黃旗舉全死局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快少少嘅馬咧，關鍵所在中間啊。前面放馬咧就超寫意啦，外邊星運傳奇啊。第3位埋邊有關鍵所在啊。第4位63有巴基之勝啊。咁啊見到馬池登咧埋邊褪咗落去喎，揈出去外邊衝啊嘛，有仍然威風啦，中檔位置係燃力寶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穿甲戰鷹啊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超寫意啊，外邊追上嚟咯，就係呢隻標之極光啊。中檔位置仲有巴基之勝啦，埋邊啊星月飛雲，內欄呢仲有隻勁進王者，外邊穿甲戰鷹啊。最後100米到，超寫意響前面走甩咗少少，勁進王者一路衝緊上嚟，有冇機會追過佢要影相啊？第3名星月飛雲，第4名外邊呢咁啊有藍眼罩嘅標之極光，出邊橙衫穿甲戰鷹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超寫意就係擺咗喺前面，大步睇下到唔到啦。勁進王者終點嗰步呢又似乎噏咗落去，咁啊需要影相啦。第3隻星月飛雲，第4外邊穿甲戰鷹嘅機會似乎高啲。肉眼睇得出